Hello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啱啱翻新完嘅兩房單位，單位位於馬鞍山南岸，戶主係一對年輕嘅夫婦，佢哋希望成間屋都會有日系嘅感覺，配搭主要以木紋為主。咁而家就帶大家一齊去睇下啦。今次單位用咗舊有嘅間隔，我哋將客飯廳整體連為一體。喺電視牆身用咗淺色嘅維新板，加上木紋嘅骨線去做修飾，帶出日系和風嘅感覺。橫樑位置用咗木紋條子去裝飾，隱藏燈帶，增加氛圍感。而客飯廳主要嘅收納空間，我哋放咗喺飯廳嘅位置，做咗一組大型嘅儲物櫃，使用木紋配上白色嘅石紋設計。餐邊櫃中間留空咗一部分，可以讓戶主擺放日常嘅電器，例如咖啡機、飲水機等等。另外，因為廚房喺正飯廳嘅中間，傳統嘅房門會與整體嘅設計唔係好協調，所以廚房門我哋改造咗日式嘅玻璃趟門，設計上與飯廳保持一致。材質上使用咗玻璃，可以同時增加單位嘅通透感。入到廚房位置，本身廚房就係一個非常實用嘅 U 型佈局，我哋將廚房都用咗木紋嘅設計。台面上就選用咗黑色嘅石面，令到整體都有種好型格嘅感覺。再嚟到主人房，我哋同樣用咗大量嘅木紋，佈局上都用咗 U 型嘅設計，令到整體嘅空間更加實用。靠近窗邊嘅位置選用咗一張雙人床，旁邊嘅牆身設計係一組好大嘅衣櫃。靠近床頭嘅位置，我哋偷空咗一部分作為床頭櫃可以使用。喺衣櫃嘅對面，我哋都專登為女戶主設計咗一組梳妝台，上邊我哋都專登加咗層板同埋一啲金屬嘅掛鈎，減少咗一個壓迫感。客房嘅部分2米乘2米嘅空間，戶主係做長遠打算，幫小朋友都加咗一張單人床、書台同埋衣櫃。我哋利用舊時嘅窗台做咗一組大型嘅書台，而靠近門口嘅位置都使用咗弧形嘅設計，保證有充足嘅出入空間，開門嘅時候唔會撞到。同時我哋都做咗一個高身嘅衣櫃，可以俾戶主帶嚟足夠嘅收納空間。最後我哋嚟到洗手間嘅部分，因為舊時嘅牆身冇足夠嘅深度，設計上我哋冇使用到傳統嘅鏡櫃，增加收納嘅空間。我哋而係喺靠鏡座廁嘅位置設計咗一組高身嘅櫃，方便戶主有足夠嘅空間去收納佢哋日常嘅用品。喺洗手盆下方，我哋都做咗一個紙巾嘅位置，咁戶主使用時候就更加方便啦。淋浴區因應戶主嘅需求，我哋做咗個壁龕位置，可以令到戶主可以擺放洗頭水同埋沐浴露。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條片，就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